這波大雨猶未落煞，來看這高雄市呢，半暝仔時是落甲真大陣，高山1點鐘來到落90毫米的雨量，內圍地區也有愛河的4個位啊，這車路會當講是變做水路啊，飄線攏看袂清楚，互民眾是感覺真驚嚇。高雄市高山3路警方已經扣封鎖線，避免有人甲車繼續通過，造成危險。半暝仔落這波大水後，造成內圍地區路面出現嚴重積水，兵團路、翠華路都親像是細條溝仔同款，水流袂停，甚至佫出現吊車的情形。先到快內2了，快內側了哦，差一點就封路了。對啊，那個弄到上到地區啊，伊個破完台，破完台都是崩了，短時間內的落大雨，雨水下袂離，流對頂仔骹。附近住戶因為有裝防水閘門，才避免水流入厝內。每組民眾是趁水退了後，趕緊清理厝內厝外環境。有人質疑抽水機敢有咧正常運作。到12點半，水溝就滿起來，滿起來了後，一個就中入來，中到上懸。已經50公分。因為昨天晚上大概凌晨0點的時候開始有一陣急降雨，大概1小時下到90 mm 左右，那也造成這邊的一個箱海無法負荷，所以我們的水是從側溝裡面冒出來的。哦，那它還有夾帶一個黃色泥沙的部分哦，大致上是從山區的一個泥水整個漫流下來。這裡就表示，高山這達1點鐘來到落90毫米的雨，雖然有緊急調派5台抽水機，不過因為雨量太過大，水嘛是抽袂離，才會造成淹水。不過加在2點過後，水就已經退啊。另外，針對溝仔爛土的部分，後續會交予環保局來清除。記者顧兆陽高雄採訪報道。